儿童福利公约 CRC 的国际审查委员经过一礼拜的讨论，已经把意见交予行政院了。因为前2天卫福部官员讲，青少年自杀增加，是因为咱国内的老厝愈起愈悬。今仔伫记者会顶头，有学生抗议，专家学者嘛呼吁讲，政府就应该爱找出结构性的问题，嘛应该爱想办法来解决。 经过几礼拜的讨论甲审查，儿童福利公约 CRC 国际审查委员提出72点的结论意见，交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历。不过记者会一开始，过来的学生徛伫台前抗议前几天，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辛立中讲，学生自杀率提悬，是因为老厝愈起愈悬。 我们认为司长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是去脉络化的，他在谈的是自杀的手段，那他谈的不是就是主要的原因，他们在谈主因。Young people who protested at the start have done a better job. They have shown that the point that I want to make is that we must link that to the wider structural issues that are causing poor mental health. 学生的抗议行动，国际审查委员嘛伫会上表达支持。林万历嘛讲，会继续落实心理健康的政策，预防自杀的发生。那一天，郑司长在这里回答的确不够精准。那我们会请卫福部转达郑司长，再跟大家说清楚。 结论意见记者会了后，民间团体随伫会场外口召开记者会。CRC 民间监督人员总调集人林国庆继续针对心立中讲唔对的代志表示，一个代表国家的政府官员讲出安尼的话，确实是需要检讨。自杀，你有没有去分析，而不是用一个高楼来解决？说啊，因为高楼大，那我说那就把海填平了，就不会跳海吗？不是这样子个逻辑。它结构性因素是什么？ 林月庆呼吁政府应该爱重视结构性的问题，了解这个囡仔自杀的原因，不是干那提出数字讲开偌济钱伫顶悬尔。记者林书豪、小桂林台北报道。